咁多位嘉賓、家長、小朋友，我哋嘅8人舞隊咧非常之需要各位嘅鼓勵同埋鼓舞，希望咁多位可以借出你哋雙手，再次用熱烈嘅掌聲去鼓勵我哋嘅8人舞隊。嘅嘉賓、家長、小朋友，我哋可以一齊舞到我哋手上嘅旗幟。中華3月周爾森小學20歲生日快樂！好感謝各位同學為我哋帶嚟咁多精彩嘅表演。就好似帶我哋環遊世界一樣，等我哋感受咗唔同嘅國家文化同埋角度，相信咁多位嘉賓都樂在其中。